享同埋 like 我哋啊！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哋西貢 Q 動力 Q Power 帶大家睇靚樓嘅時間啦。我係 Phoebe， 今日介紹俾大家嘅單位比較特別，可以3代同堂，仲要有一個特大嘅私人船位。我哋一齊入屋睇下。地下嗰層客飯廳相連，仲有廚房同埋2個工人房。平出花園，直通自己嘅私人船位。康湖居有咁大嘅船位呢，係非常之罕有㗎。廚房 U 型嘅設計，黑白色為主。首先見到嘅係一個望海嘅偏廳，房間大部分都望海景，每間房間都非常之寬敞，全部都可以3便落床。房間闊落，仲有個小偏廳，望返屋苑嘅泳池。再上一層都係一個望海嘅套房。南北對流，多窗又通風。呢間套房一樣係望返屋苑嘅泳池，至於面積呢，都係一樣咁寬闊。另外呢2間房呢，就望返海景。洗手間簡潔明亮。如果大家揾緊樓或者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呢，就歡迎揾我哋 Q Power， 我嘅電話係98009497 Phoebe。我哋仲有好多靚樓盤等住俾大家欣賞㗎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多謝支持，拜拜。